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破碎的石棉跟评价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石棉还有水泥，它去混合而成的。石棉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纤维。在制作石棉瓦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一个纤维打碎，让它变成比较短的纤维。我们可以看到石棉的健康危害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它是从呼吸道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纤维，不太会从我们的眼睛、皮肤进入。大部分在密闭的环境底下去使用的话，是安全无虞的。那唯一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把它抽出来，你就会暴露到。在安全使用，它就是在2层隔间里面的时候，在家务里面去量石棉纤维，事实上几乎都量不到了。在拆除作业的时候，会量到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本身要去做拆除或者捡拾石棉瓦，我们希望你还是要有适当的防护装备。这里面的装备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手套，这个手套基本上是防止刺穿的这个手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如果你穿短袖，夏天你没办法穿长袖的时候，你穿短袖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这个袖套。除此之外，事实上会有3个这种 N95 的口罩。除此之外，这个护目镜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指引上基本上这个不是必要的。如果说因为你怕有一些扬尘混着，可能你也担心是有石棉，那我们建议这个也可以戴。当然，如果你本身有戴眼镜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用到这个。所以但整组里面呢，这个防护包里面我们会提供这些东西。在捡拾的过程，因为提供了适当的袋子，所以只要放得进去袋子的，就尽量不要破碎它。那如果有太大片的情况底下，或者它已经碎得很细的话，你要用铲子把它铲起来，务必一定要用水去把它喷湿。那因为石棉纤维在湿润的情况下，它就不会飞扬在空气中，那就可以避免我们从呼吸道去暴露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受灾的这个家户，事实上是大部分是老人家，对于一些作业他不太熟悉，就是说你现在有受损，先去跟公所讲，不然就跟环保局讲，我们有这样一个通报的程序。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开始要拆，要装袋。那要装袋就是这样的防护装备。这个防护包基本上在公所有提供了那这个还是强调是因为是跟石棉相关的。所以这个防护包提供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许你就不需要这些装备了，留给这个需要做石棉拆除的这些住家那些实际作业的人员你家里需要有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人所以等你装袋好之后呢，你就打电话跟公所讲说我装好了或者跟环保局说我装好了，那我们基本上现在在3天里面就会去跟你载走。事实上，我们本身是灾民嘛，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石棉瓦的建物，在风灾后那个屋顶完全破掉。那除了我们之外，事实上我们整个村庄几乎每一户，不能说全部，但是应该有8、9成全部都有石棉瓦的建物在住家的旁边。过去可能是作为仓库或者其他农业用途这样子。那这一次破得很严重，风又很大，所以吹的整个我们村庄的地板都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石棉瓦是我们虽然已经尽量处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部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介入帮忙，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这样，那也非常感谢环保局，在一开始就有主动的。释出他们愿意赶紧处理石棉瓦这个议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政府的人力上面也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们的民间这边有一些友好的团体，例如台南新芽这样，能不能或是其他的我们找其他的支点去把这些人力找进来我们灾区，然后。用正确的方式，用保护自己的方式，一起来慢慢把这些散落在路边没有人捡的石棉瓦，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至少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20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主时也有真侪灾民伫咧重建家园当中，立委赖慧媛结合台南市政府、卫生福利部、台南市中医、西医甲牙医工会、护理师以及临床心理师工会，将会陆续伫台南市11个行政区举办灾后义诊活动，来守护灾区民众的健康，疏解因身心的压力。由着立委赖慧媛发起，结合台南市各医师工会，有中医、西医、牙医、护理，甲着临床的心理师、药师、诊所协会等。20号上午，伫台南市政府明治行政大楼共同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伫8月24开始到9月底，要举办灾后的义诊活动。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副市长叶铁山、民政、社会甲卫生单位嘛拢派员出席。卫生福利部的部长邱泰源嘛以着视讯的方式，对着义诊的活动表示肯定。老天爷给我们一个灾难，然后让我们发挥大家彼此的一个这个联动，一个关怀。那这次也谢谢，就是说我们的医界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温暖。那医疗跟社区同行，这是我们最好也是最佳的一个典范。那我们希望透过这几场的一个义诊，我们把健康跟希望送到每一个家庭里头去。这不只是一个医疗服务，而是医疗专业正当的与社区力量结合的典范。那其实这个义诊有3个意义第一个是当健康守护，大家各个专业团结手人手心连心；第二个社区的关怀。义诊不只在医院，而是走到地方，走到大民众的旁边，让医疗资源零距离，还有对希望的一个重建。我们未来要结合补助，刚刚委员也有说到他们帮我们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来做未来的补助跟社会支持。这些赖会员委员特别关注到这一件事情，号召了我们所有医界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帮忙。我想对于一些在偏乡的一些高龄者而言，我觉得这样子的义诊工作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义诊的服务将伫8月24对柳营国小甲伫东山社区活动中心率先来登场，一直到9月28，陆续要伫台南11个行政区来举办，提供西医、中医、气科、药师、加护理、心理关怀等免费的服务，希望民众会用就近前往参与，得到全方位的健康照护。一起出力，守护健康；一起出力，守护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牛奶是真侪必需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所以相对的，牛奶的食品安全把关也真重要。台南市动物防疫保护处甲乐农兽医协力合作，每一档执行年品的抽查检验，为111年至今，抽验的年品拢无验出有动物用药残留，严格为市民的健康来把关。根据农业部伫今年第1季的统计，台南市的年牛饲养量目前将近2万只，全国排名第3，是台湾鲜乳品重要的生产来源。为了落实食品的安全，台南市动保处甲乐农兽医共同来协力，每年执行未上市的年品抽验检查，包括车用的动物用药等。对111年度到今年的7月，总共抽验286场，拢无检出动物用药的残量，合格率达到100%，甚至还佫导入 AI 的科技。将按年牛的健康降低用药的需求。针对相关的乳制品，事实上我们从110年到110年到上个月7月份，我们总共有200多场次的筛检目前都是符合我们相关的食安的规范。那所有的乳制品，我们的台南的乡亲同仁都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因为现在都是用那个 AI 的系统去
去提早就是可以检测乳品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榨奶的时候就会知道牛只今天的乳品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在提早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不一定要使用抗生素，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或是调整它的饲养管理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投药，那减少投药当然就可以减少这个药物的残留，或者是说有些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菌的抗药性。那我们在源头就减少这些东西出现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就是维护这个乳品的安全。活动现场当时有3间的酪农业者提供家己牧场生产的鲜乳、甲牛奶品做成的加工品，提供民众来品尝。未来动保处也是会积极办理畜牧场，用伊的监测家己辅导，一方面保障畜牧产品的品质，同时嘛为民众的食品安全、家己健康来把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关田爱心填晒站已经服务满13天，陪伴弱势长辈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甲义工，同时也希望提醒长辈正确的用药观念。华山关田站20号特别伫李定理活动中心举办13周年感恩大会。华山基金会关田站庆祝建站13周年，20号伫李定理活动中心举办感恩大会，邀请关田区公所主秘许芳荣、李定理长陈基玲、立委服务处代表以及议员陈秋红到场同乐。活动一开始，来宾甲长辈做伙做着毛巾操，大家做伙健康运动。华山基金会关田站已经在地服务满13周年，那也已经服务超过满158位的长辈。那除了陪伴他们度过这些苦役的日子之外呢，我们还会举办各种多元的活动。那像这几个月这样服务下来，其实有很多长辈他们有在吃慢性病的药。那也不止一种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回家之后就会把药散在桌子上，然后就很容易吃错药，或者是跌倒受伤都不知道要怎么包扎所以今天就是有特地举办活动，然后邀请那个药师来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子分装药，然后还有简易的伤口包扎。大家会当摕到一张单，这是一个较简单的这个出风枪顶悬有写你的镜头，大家摕到镜头可能会无相像。有我人摕到这个酸痛，我人摕到感冒的。随着年龄愈来愈大，有的长辈记忆会变歹，不时出现食唔到药啊，或者是袂记得食药的情形。华山基金会特别邀请药师杨博生再来分享，教导长辈正确用药观念。参与活动的议员陈秋红真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照顾社区长辈用心。很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照顾我们这些长辈了那今天他是13年周年庆的感恩茶会，那也请他们的药师来教导我们所有的长辈，以至药师了那里面有包括起床、早上、中午、晚上跟睡前的药物怎么使用，让我们这些长辈能够很明确用药的时机。那这几年来真的很感谢华山基金会他们长期以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那替我们社会照顾很多一些边缘人、一些弱势团体。那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来共同响应参与这个活动。华山基金会秉持着照顾老人的理念，免费提供失医、失能、失智长辈关怀访视、物资协助、教替服务等免费服务。希望有爱心的朋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守护在地孤老。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太极门台南道馆迎接30周年，举办辉耀30爱你爱我活动。市长黄伟提前拢参加祝贺表示，30年来太极门不只带来信心甲品质的精进，也互社区更加有爱、更加美好。11月30。爱你爱我。北区区长潘宝秀这位议员贵宾发出口号，做伙切鸡两个，
庆祝太极门台南道馆生日快乐，见证30档的成长甲蜕变，画面相当温馨。台南市长黄伟哲马上上祝福，因为各位师兄姐的灌溉，让太极门在老师、师父以及各位师兄姐的努力之下，有非常好的成就，也可以让这个城市更美好。那不仅是练功，或者是身心的陶养、品德的精进都能够让我们城市更有爱。这天8月30，爱你爱我观庆活动，除了安排讲座、创造新心灵的正面循环，也佮安排济多元精彩节目，对小学生到乡亲时代，拢以欢喜心来表演。最后，太极门弟子合唱一首《世界之爱》，邀请大家以着善念，共创和平世界。这30年来，我们结合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力量，传达希望世人共好、社会共善的理念，利用公益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散播正向的能量与气场，助人助己，希望能帮助社会与国家更好。感恩各界一路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能结合更多的善念同行，共创美好愿景。除此之外，台南道馆也佮准备了古堡单位，包括着象征快乐的冰淇淋 DIY， 佮有象征幸福的、象征财富的，佮有象征智慧以及健康的关卡游戏，趣味高好耍，非常有教育意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今年风台接续来袭，不止渔船受损严重，渔产量更加是大减少5成至8成，使得渔民的收入大受影响。台南市区渔会20号伫安平港举办渔仔放流活动，将黄金枪、凤梨等等经济性的鱼贝类的仔仔放入去海里来服育，期盼来年渔会会当大丰收。今年差不多炒偌济啊？渔获量，那以过去来炒，差不多差要到8成。极端气候影响，渔民朋友现在渔获比较过去，大约只剩2成左右。尤其今年接连几个台风侵袭，导致渔船难以出港作业，渔获量更是锐减。渔会理事长方玉峰表示，期盼政府能给予更多支持，协助渔民渡过难关。最近渔获量真的太差，台南市现在的渔获量太差了，所以有这个柳放的计划，希望政府多多支持这个柳放的计划，因为现在的都是双拖的，把一些鱼都抓光光了啦，大小都抓光光了，政府要想出一个解策，一定的办法要双拖的这个要解决啊。看到渔民的辛酸，台南市区渔会20日在安平港举办鱼苗放流活动，希望恢复渔源，同时也呼吁渔民朋友未来捕捞时能依规定尺寸进行，让海洋资源得以永续。我们台南市已经睽违10几年以来第一次的放流活动，而且这次非常特别的是由渔民自主船队，然后跟渔民一起协助合作，然后再加上台南市政府以及海洋委员会，还有农业部渔业署一起为我们辅导的这个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渔民自主的带来，帮我们的那个台南市这边的沿海的海域带来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那个永续环境的一个宣言，希望能够带动我们整体的渔场能到回到那个往日的一个繁荣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台风过后之后，有一些物种它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所以像凤螺这些，它就几乎消失了。然后我们希望也透过这个放流活动，呼吁渔民能够在我们在捕捞海洋生物的时候，将那个我们的尺寸规定好，希望能达到一个永续捕捞的一个那个观念，能落实在渔民身上。
南市区渔会这次放流的鱼苗有黄金鲳、凤螺等经济性鱼贝种类，期盼复育成功，来年渔获大丰收。渔会强调，透过产官合作，推动海洋复育，不仅能改善渔民生计，也让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呼吁国人共同珍惜海洋资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2025台南艺术节将在10月24号登场，以好养好养的为主题，推出超过50场展演的活动。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邀请民众在艺术节的期间，深度来体验文化首都独特的魅力。稻草人舞蹈剧团演员带来精彩的表演，替2025台南艺术节的宣传活动揭开序幕。今年以好样好样的为主题，推出许多强档节目。大家知道台南就是一个文化的古都，可是呢，我们更期待透过艺术节呢，在岁末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台南追星。所以我们这些很棒的艺文团体的心。活动分为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教育共创、艺文一条通5大主轴，将在10月24日到11月30日登场。期间规划超过50场展演活动，其中还以城市就是舞台为概念，邀请台南演艺团队在历史场域跨界演出。票务开卖，开始起售，我想很快就会秒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艺术节品牌是有品牌的，品质保证，而且是最好的艺术飨宴等着你。从8月早鸟票开卖就相当抢手，市长洪伟哲特别邀请大家在艺术节期间来一场艺文之旅，感受台南的魅力。记者邱海棠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发行行政命令，将对台湾课征20%对等关税。不过，经济部指出，实际税率可能超过20%，和台湾经济产业是带咧等。不过，高关税等到和进口业受惠，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因果，中国对着美国樱桃课征高额关税，使得美国樱桃转向越南以及香港等地销售，连台湾的价销嘛大幅度下降，引起消费者抢买。进口业者忙着补货，将一箱箱水果搬下车。近来进口水果业绩飙升，全拜川普大神所致。原来因为美中贸易战缘故，中国对美国樱桃课征高额关税，使得美国樱桃转向越南及香港等地。台湾价格也大幅下降，也引起消费者抢买。以樱桃来讲的话，这樱桃超比去年便宜超过20%到30%左右，20%到30%左右，所以。以樱桃来讲，就是顾客的消费是蛮高的，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那进口水果方面，那如果现在的价格又便宜，然后它的品质也不错，那当然就比较多，我们的消费者吃那个进口水果这样。无论是较高等级或一般等级的樱桃，降价幅度都非常显著，甚至比3周前跌了近30%。消费者说，以往贵桑的水果都买不下手，现在真的降价有感，当然要趁机多吃。红果啦，水蜜桃啊，种水蜜桃有就吃水蜜桃，迄个啥樱桃，这个时阵啊。最近比较便宜，所以蛮适合趁这个时机点来买樱桃吃这样。樱桃好便宜哦，然后那个橘子也很便宜，哎呀，进口的反而很便宜啊，苹果也很便宜，还比本产便宜耶，所以尤其是樱桃啊，哎呀，我们很喜欢吃樱桃，可是之前很贵啊，都比较舍不得吃啊，有时候大卖场还比他们贵，所以我会来找他们，因为他们是中盘嘛，所以我就会多吃这个进口的今年。以大卖场的空运樱桃来说，一般樱桃价格杀到每台斤160元至180元，较高等级每台斤约300元。海运樱桃较高等级也降了28%以上。拜关税贸易战所致，进口水果出现前所未有的甜价，民众不妨趁机多吃，大口品尝难得高级美味。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后个月就要进入农历7月，是鬼门开的日子，顺应国内外实景解谜游戏的热潮。各地派客馆推出夜间限定的末日解谜游戏，搭配丧尸的出现，
要互报名参加的民众度过博物馆心惊胆吓难忘的一暗。快！博物馆晚间照明全都熄灭，整批的僵尸出没，让游客四处逃窜。我刚刚被僵尸咬了，然后还是很可怕。我居然知道他是真人，我还是觉得很可怕。真的好可怕！躲过一个丧尸，又来一个。国立海科馆举办实境解谜活动，搭配丧尸环绕体验，让民众一边闯关破解谜题，一边躲过丧尸的突击。他喜欢刺激，所以参加这个如果真的遇到他的话，就跟他讲什么话？跟他打招呼吧。白天很热嘛，晚上就带小朋友来吹这个凉风啊，我们感受这个凉风到底会多阴森的感觉。小朋友其实在前行的时候，就是他们看了很多 YouTube， 然后也准备一些影片，他们对经理已经做了一些建设，然后想要来挑战自己。游戏故事设定在一个被病毒肆虐未来，玩家们要化身为救援小队，在满满僵尸的展厅中寻找散落的30种血清元件。解到一半，用脑子思考到一半，但僵尸来的时候，你要先逃开。然后要一直跟他绕圈圈，然后你就会忘记你刚刚解到哪里。就是早上有一个海科馆，就是比较温馨一点，然后在现在就变得比较就是恐怖阴森的感觉，而且因为有蛮多紧急出口逃生都是绿色，就看起来更有那个营造恐怖气氛。那这次的实境解谜呢，我们结合了末日的丧尸的这个体验，那在我们常设的展厅呢，都有设了非常多的关卡，邀请呢就是不同的民众在夜间呢可以来体验不一样的海科馆。会来参加这样子活动的人呢，他们基本上可能也已经很了解，就是沉浸式的这种实境式的解谜体验。那通常呢，就是我们遇到丧尸的话，就会提醒他们，就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海科馆暑假夜未眠，推出了1日版的体验活动。闯关最后，丧尸们集体出现，大跳僵尸舞，拍翻全场。不管有没有闯关成功，对于参与者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难忘夜晚。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